GPA 又唔夠高，CV 又冇乜特別，我都唔知將來會點。唉，希望新一年我個 grade 會靚啲，同埋希望攞到 job offer 啦。你邊個嚟㗎？我係未來嘅你啊！未來嘅我？係啊，你有咩苦惱啊？ GPA 又唔夠高，CV 又唔夠靚，我都唔知之後可以點。唔緊要嘅，書院校友會裏邊有好多師兄師姐，可以俾到好多意見你。你快啲加入我哋校友會啦！點樣入㗎？哦，你入呢個 link 啦。我應唔應該入呢？誒，院長，我聽講聯合書院有個校友會喎，你點睇啊？聯合嘅校友同埋同學都係一個大家庭，同學梗係應該積極參加校友會嘅活動啦。不如我哋同校友同學講聲新年快樂。好啊！馬年就快到啦，我喺呢度代表聯合書院校董會，祝各位馬年進步，身體健康。聯合書院祝各位校友、老師同埋同學新年快樂，馬到功成。大家好，我係榮譽會長李國忠，祝大家馬年萬事如意，馬到功成，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！我謹代表聯合書院校友會，祝大家萬事如意。今年係馬年，何文新祝各位馬到功成，順心如意，身心康泰，恭喜恭喜！祝賀喺世界各地嘅聯合校友馬年快樂，萬事勝意，希望喺校園見到大家。祝聯合書院院務蒸蒸日上，校譽永隆。祝各位教職、校友和同學龍馬精神，萬事勝意。祝聯合書院人強馬壯。祝各位馬年一馬當先，馬到功成，恭喜！祝大家新年快樂，一馬當先。祝各位聯合書院嘅師生同埋校友馬年快樂，快馬加鞭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到成功，馬上發財。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樂！大家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身體健康，恭喜發財，馬到功成，馬上富貴。